俗语讲，医师行地扫，做土水会行抓老。基比病院中医部的医师梁佑娥表示，中医治疗家扫，会依照是毋是存在外感的病邪，或者是体质阴阳虚实来治疗。因为家扫的原因真多，尤其扫真久佮未好，就必须要提高警觉。五脏六腑皆令人咳，就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，我们是会从它是呼吸道、上下呼吸道，然后有没有过敏啊，或者是感染，然后或者是看它的消化的状况，对，然后或者是看它原本的体力，因为中医就是认为肾主纳气嘛，对，那就是有一些气虚的患者，他也会有一个就是呼多吸少的那种咳喘的状况，对。然后另外就是像心肝的方面，就是一些比较焦虑啊或者失眠的患者，其实他也蛮容易就是产生一些像胃食道逆流啊，然后或者是就是神经比较敏感的情形，对。那就是所以中医就是会整体，然后配合四诊来做一个判断。中医师表示，家扫不只是肺部而已，伫个临床上，肺、鼻甲腰子拢有关系，是调节呼吸的吐纳甲痰湿形成的重要器官。因此，平时会用用党参甲百合来养气，另外嘛用靠适当的按摩来保健预防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